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咱知影有个人吼，日常吼无话无句啦，结果吼感情一个挫折吼，特别交话啦。我一个朋友就是安尼，迄天怨叹互我听，讲所有的人甲我放煞，毋知影我为着伊挂长挂大。哦，讲到即句挂长挂大，台语4字的成语啦。即句原来甲华语拄啊争差一字。会对有影呢？华语的成语讲牵肠挂肚，头一字是牵哦，台湾人甲改作挂，头一字甲第三字安尼就相像啊呢。挂肠挂肚表示啥？国前嘛捌甲你讲过，卢金秀老师作词作曲，伊家己亲身的经验，迄条情缘情歌内底歌词讲，爱情互咱心茫茫，挂肠挂肚分西东，对啦。为你流恋，为你相思，为你放袂落，安尼叫做挂肠挂肚。我这个朋友吼，头拄啊，国正咧讲，日常是无话无句，一个失恋尔，话较交过猫仔门。伊佫甲我讲，若用作者来甲比拼，我心爱的人拢无理解。讲我对伊的感情，袂输讲人做料理吼，是拢真本真料的呢。哦，即句真本真料，原来共款呢，原来头一字甲第三字相像呢。即句甲华语原来有争差呢，无毋对。华语的成语讲真材实料，第三字即个实，咱甲改做真，真本真料，挂肠挂肚，这咱咧讲话顺。头一字甲第三字若切互相像，会当表达一种加强口气的效果，有啊无？有影呢。所以吼，我即个朋友咧怨叹，讲我对伊的感情拢真本真料的，结果伊安尼安怎？煞毋知影讲吼。安尼无讲无答，无声无岁，做位去。哦，即句无声无岁，原来头一字甲第三字，原来相像对，甲华语原来争差一字。毋过华语的成语争差伫咧尾字，因为华语的成语是讲无声无息，消失的息，即个息两音。那汉文音讲消失的息，白话音讲离息的息，无声无息。但是台语甲改尾字，变做无声无岁。若国正讲来到这，你就发觉确实有影呢。确实头一字甲第三字，成语4字尔嘛。头一字甲第三字若切互共款，安尼咧听咱印象加深深。当然，就在条自然发挥出一款加强口气的效果。解文说字照你研究，你甲体会看有影。